没有确认之前，就一切都是没有这件事情。对。那您跟他谈的时候，他怎么回复你？我什么问题？您跟林非凡谈的时候，这是陷阱问题，所以我不回复，谢谢。所以他曾经是你口袋名单的人选。我口袋是空的啦，这个口袋是空的，这个口袋也许有。OK， 谢谢。时代力量早上那个提出了时代力量的那个立委，他们有提名，那未来跟他们的合作关系？还是我一直谈的，站在这个保台抗中的大目标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是站在同一阵线。当然选举难免有各自一些这个竞争啊，或者安排啊，或者考量。但是我觉得在大目标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大目标下，我觉得尽可能要谈了。那这确实是不排除林非凡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对不对？这类的问题我可能都没有办法回答，不好意思，因为假设性的问题。有人认为说林非凡其实在实力那一块也有一些年轻人非常支持他，所以如果延朗他来这个……好了，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OK， 谢谢。那实力，因为他们这一次通过的提名啊，是民进党这边的艰困选区嘛，那大家就是关切说这个什么时候要跟他们展开所谓协调或者是合作可能的这方面。我看到的选区很像不整艰困选区啦，我看到每个选区都有，所以我想这个谈论的桥梁和管道还有门一直都敞开着。好，那怎么谈？我想要尊重一下这个彼此嘛，要尊重他们。那在民进党这边，其实任何时间都没有问题。这样。谢谢。OK， 谢谢。